那我们上一堂课呢，主要是上到第58页，就是讲到说，由置之不共真上缘，俱色根，所生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了知呢，是根现前的性相。那从这边呢，我们就是讲到说呢，那根现前呢，就是它又分为了就是五种，就是直色根现前等直色声香味触等五种根现前。那上一堂课呢讲到这边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更清楚了解呢，所以我们又多解释了就是根知还有意知的差别。那在讲根知的时候呢，就提到说根知呢最主要呢就是透由俱色根的五根呢所产生的呢是五种根知，那以及靠着意根呢所产生的意知。那所以上一堂课呢主要是讲到说就是六识的部分。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因为现在主要是以经部中的论点为主，那无论说像是经部中呢，或是一切有部呢，那他们都承许呢，就是依靠着就是五根呢所产生的呢，那这种呢是五根知，那以及最后一个呢就是靠着意根呢，靠着意根而产生的呢是意知。那这边呢这六个合起来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六识，就是一种根识以及一种意识呢，然后合起来呢叫做六识。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呢，就是一切有部呢跟经部中呢，它是承许就是六识。那对于唯识中来说的话呢，那唯识中它在六识之上呢，还有加上了就是染污识，那以及还有我们一般讲的第八意识，也就是阿赖耶识。那除此之外呢，那像是秩序派，还有像是应成派呢，就是这些呢，他们大部分呢都是承许六识的，就是除了就是唯识中呢，它多承许了染污识以及阿赖耶识之外呢，那其他呢都是承许六识，所以对唯识中来说，他们是承许八识。那所以呢，这边呢就提到说，就是除了唯识中之外呢，那大部分呢都是承许六种意识。那在承许这六种意识的时候呢，那就以秩序派，那还有像是经部中来说的话呢，那他们承许呢这个第六意识呢，它是属于就是普特伽罗的事项，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呢，就是事项意识，普特伽罗事项的这个意识。那为什么它叫做普特伽罗事项的意识呢？就是一般呢我们在讲说就是我们在安利普特伽罗的时候呢，就是下部中呢，在安利普特伽罗的时候呢，它会分为两种，就一种就是安利的普特伽罗，那一种就是所谓实有的普特伽罗，就是一个是假名安利的，那另外一种是实有的。那假名安利的普特伽罗呢，就比如说像是我们一般所安利，就是在色蕴之上呢，然后安利呢这个叫做普特伽罗，或者说在五蕴之上安利的这一种普特伽罗叫做安利的普特伽罗。那实有的普特伽罗呢，就是提到说呢，像我们一般在讲说就是我们可以从今世一直到来世，那新的续流一直不变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事项的普特伽罗，就是它可以从今世一直到来世，那它相续不断延续下去的关系呢，所以我们称这个普特伽罗它会不断的投生。那这个普特伽罗就是我们讲说普特伽罗事项的这个意识。那同样呢，它除了是普特伽罗的事项之外呢，它也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我们造了善业或是恶业呢，就是能够安立习气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第六意识之上呢，然后去安立这个所谓的习气。无论说你造的是善业或是恶业也好，那你造下业之后呢，所产生的这个习气呢，它不可能呢就是安立在我们的根识之上，那它唯有安立在意识之上。那在安立意识的时候呢，它又去除掉了就是我们讲的比较粗分的意识。那比较粗分的意识呢，就是像说我们说直频的分别心啊，或者说直频分别心啊，直色分别心的这一种呢，是属于粗分的意识。所以呢，它要放的时候呢，它就只能放在就是能够延续到下意识的这种心识的续流，那也是这里所讲的，就是普特伽罗事项的第六意识呢，然后是安立在它之上。所以呢，它具备了两个功能，一个呢就是它提到呢，就是它是普特伽罗呢事项去安立的这个呢，就是
最后补特伽罗，我们指到最后能够安立呢，就是安立在这个补特伽罗的事项，就是安立第六意识呢为补特伽罗是实有的补特伽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安立习气的时候呢，无论是善恶的习气呢，也都是安立在这个第六意识之上。那所以呢，第六意识呢，虽然说都是意识，但是第六意识呢，跟初分的像是直频的分别心啊，这些相较起来的话呢，它是属于叫初分的。那刚刚也提到说，为什么呢？就是补特伽罗的事项呢，没有办法安立在根识之上呢？因为就像上一堂课我们提到说呢，像是这种五根的根识呢，我们在睡觉或者说是入定的时候呢，它就消失了，所以它不可能是安立在所谓的根识之上。那所以不可能安立在根识的时候呢，就只能安立在意识。那所以它安立在意识的时候呢，也是安立在这种初分的意识，所以呢，就是安立在相较起来呢，就是安立在细分的，就是第六意识之上。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就是像四部宗义里面呢，就是像一切有部、经部宗，还有像是秩序派呢，他们都是承许呢，就是阿赖耶识，并且他们都是承许第六意识，而且是把第六意识呢，就是看为是就是补特伽罗的事项，所以第六意识呢，它本身就是有属于补特伽罗事项那一分。那虽然说有一些细微的。就是他们在安立的时候呢，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总的来说呢，他们就是把补特伽罗的事项呢，就是安立在第六意识之上。那对于唯识宗来说的话呢，就是他除了就是六识之外呢，他又安立了就是第八识，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那所以他不是把补特伽罗呢，就是当我们寻找之后，最后的补特伽罗呢，它是安立在阿赖耶识之外，就是除了六识之外呢，还有多安立一个第八意识，就是所谓的阿赖耶识，然后并且把阿赖耶识呢看为是补特伽罗的事项。那所以呢，我们讲到说，既然唯识中呢，它程序有八识的话呢，那除了前面的就是五种根识加上第六意识，那还有第八的阿赖耶识之外呢，那第七呢就是我们讲的染污识。那染污识呢，其实就是补特伽罗的我执，就是人我执。那其实它的染污识呢，就是人我执，那就是对于秩序派还有说像是经部宗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人我执，不过是他们的命名的方式不同的缘故，所以唯识中的第七识染污识呢，就是一般讲的补特伽罗我执，也就是所谓的人我执。那以上呢，就是下部中呢对于说补特伽罗安立的方式。那对于应成派来说呢，应成派它并不承许这些，应成派它所成立的补特伽罗呢，就是为名言所安立的这个我之外呢，并没有所谓的其他第六意识的这一种补特伽罗事项的第六意识为安立的，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我，并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应成派呢，他是觉得说一切法呢，当你去寻找呢，找到最后呢，你是找不到任何一点实质，所以呢，你找到最后不可能是找到一个所谓的第六意识的这个补特伽罗的事项，是不可能的。那补特伽罗要什么安立呢？它就是为名言所安立之外呢，并不会找到最后一个实体的东西呢，然后把它安立为补特伽罗。那所以呢，以上呢就是四部宗义呢对于补特伽罗呢不同的安立。那我有一个想法呢，就是接下来呢，我可能会花大概一堂课，或者说一堂课呢，我们抽一点时间出来呢，那我稍微讲述一下呢，就是如何观修空性，也就是呢证得空性的智慧呢，我们要如何的升起？因为呢，就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有提到说呢，出离心呢，出离心呢是解脱的因，就讲到说三主要道，出离心呢是解脱的因，那菩提心呢是一切遍智的因，那证得空性的智慧呢，它就是对治轮回的主要的一个对治。所以呢，我们平常一直在讲说呢，就是观修皈依和发心，那这些都是比较属于方便分的部分。那如果呢能够加上证得空性的智慧的话呢，那就补全呢就是方便和智慧两者。所以接下来的看是哪一堂课的时间呢，就是我们花一点时间，那我稍微讲述一下，就是我们如何去观修空性。那讲述完之后呢，那以后呢我们就是可以观修皈依发心，然后还有证得空性的智慧三者，然后做到就是方便和智慧双修。
我们这里呢讲到说就是五种根式，那五种根式呢它是如何升起的呢？那这边就讲到说，就是五根式呢在升起之前呢，它一定要有一个所缘缘。那以说直射的根线前来说呢，它的所缘缘呢就是色处；那直升的根线前呢，它的所缘缘呢就是声处；那直香的根线前呢，它的所缘缘就是香处。那同样的呢，直位根线前跟直处根线前呢，它的所缘缘呢就是位处和处处。所以呢，就知道说这五种根线前呢，它最主要的所缘缘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色声香味触呢等五处，就是这五种外境。那它这是它的主要的所缘缘。那它不共的真上缘呢，就是眼耳鼻舌身等五根呢，就是它的不共的真上缘。那以及说呢，以及还有最后的等无间缘。那这三种呢，就是这三种合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升起了，就是根线前。那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眼睛呢，就是在看外境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我们在花园呢，然后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花。那看到各种花的同时呢，就是我们眼睛呢在看各种花的时候呢，那各种花的这种影像呢，它自然呢就是显现在根枝之上。那根枝呢，就是它只能够显现很粗分的这一分之外呢，它并没有办法再做更深入、更细微的显现。那如果说我们对，比如说在这么多的花里面呢，我们针对说白色的花，那这个白色的花呢，如果说我们要看到更多它之上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细节，或是它其他一些特色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呢就不是根枝的作用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接下来较为细分的意枝，唯有意枝呢才能够看到其他这朵白色花之上的这些特色呢，那就要透过意枝呢才有办法看到，才有办法显现。那就举一个例子来说呢，为什么会说就是意枝呢比根枝来的更细微的缘故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当然我们的根枝呢，就是只看到白色的这个花之外呢，那如果说你要更仔细的呢去分辨说，这一朵白色的花呢，它的左边呢的花瓣好像比较大，然后右边的花瓣好像比较小。就是当你要去观察这一些细微的时候呢，就唯有靠着意枝呢才有办法去做这些更深细的观察，透由根枝呢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会说呢，意枝和根枝两者相较起来呢，那意枝呢它是属于比较细分的原因呢，一个就是在这边。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会提到说，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到花园里面去呢，就是在边看眼睛在看花的时候呢，那同时呢，那这个花园里面呢，它也在放音乐。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又有声音，然后又有颜色的时候呢，那到底呢，我们的根枝呢，到底是直射的根枝先升起来呢，那还是直升的根枝呢先升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最主要就是说看我们心里面呢，就是你的意乐呢，哪一种意乐比较强？如果说你是比较想要，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看花，你觉得这一些看花呢，你的心里面的就是想的方面，你是比较想看花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自然你的直射的根枝呢，就是看花的这个眼视呢会先升起来。那你的耳朵呢，虽然是有听到声音，但是呢，它是没有办法就是正得或是领纳到声音的，它只不过就是在耳朵有显现，但是其实你并不会很清楚说这个歌呢，或是这音乐呢，到底是在放什么。那同样呢，反过来说，如果说你到这个又有声音，然后又有影像的地方的时候呢，那你本身呢是比较喜欢听歌人的时候呢，那你这个时候呢，你会先升起就是耳知，你会先去用耳朵呢去听这到底是放什么音乐。那你的眼睛呢，虽然有看到种种不同的颜色呢，但是它不过是在你的眼根之显现之外呢，它并没有办法让你的眼根之去正得或者说去领纳它。所以呢，这边就讲到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哪一种根枝呢会先升起来的状况。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呢，就是我们的根枝呢，到底就是同时又有声音又有影像的时候呢，那到底哪一个根枝会先升起来的时候呢？那这也是决定到我们的意志，就是像讲到就是你的内心呢，到底是想要听还是想要看呢，来决定你的根枝呢是哪一个先升起来的。那这个呢，就讲到说最主要呢，就是因为等无间缘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说呢。
等无间缘呢，它最主要呢就是讲到说，就是它是让我们能够直接升起，就是它令我们的就是跟现前能够成为领纳清明，并且能够主要能够升起的了知呢，是所谓的等无间缘。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时候呢，等无间缘呢，就是我们之前是提到说，就是一个心事的等无间缘呢，并不一定要是它的进取因，所以呢，意知呢，它是有办法成为根知的等无间缘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根知的升起的时候呢，就是当又有颜色呢，又有影像的又有声音又有影像的时候呢，到底哪个根知会先升起来的时候呢，就决定说由你的意志去决定，就是你升起哪一种意乐，就是你想要看的意乐呢，还是听的意乐，哪个较为强烈的时候呢，那它就会先升起来。所以呢，这边又提到说呢，所以根知它如何的现起呢？然后其实跟意知呢也是有关系的。那刚刚我们是提到说，就比如说，当你呢是一开始的作意呢是想要看的时候呢，那虽然说你的耳朵呢也有听到声音，就是你的直身的根知呢，它算是有听到声音，但是这个时候呢，你没有办法去证得，或是没有办法去领纳它的时候呢，那这种状况就是我们之前在讲7种分类的时候呢，讲到显而未见，那这个时候的根知呢，就是属于显而未见。那接下来呢，就是意知呢，它跟根知呢，还有一个差别呢，就是我们讲到说，意知呢，它其实可以现起过去，还有说像是未来的东西呢，其实意知呢都可以现起来的。那同样的呢，意知它也可以现起无为法，就是所谓的常法之力。为什么说意知呢？它可以现起过去还有未来呢？就是我们会想到说，意知我们可以想到说，过去呢我做了哪些事情，那想到未来呢就可以定下说，哦，我明天呢有什么计划，我想要去什么地方，我想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对于过去呢跟未来呢，就是意知呢它都是可以显现的，但是根知呢它是没有办法的。那至于说现在式来说的话呢，那就更不用讲，意知呢它是对于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呢，它是一定是可以证得或是领纳了知。但是对于根知来说的话呢，它就仅唯有现在发生的事情呢，它能够去感知，去能够证得之外呢，对于过去还有未来的呢，它是没有办法证得的。那再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意志呢，它是可以证得，还有去领纳，就是无为法跟常法。那比如说呢，我们的意志呢，它是可以升起就是直平的异共相，它可以去现起直平分别显现非平的呢，就是直平的这个异共相呢，它是可以显现出来的。那对于说根知来说的话呢，根知它就没有办法现起这种所谓的直平分别显现非平这种异共相呢，它是没有办法现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提到说呢，根知呢它是仅能升起，它是仅能现起志相之外呢，它是没有办法现起共相的。那所谓的志相就是像当下我们眼睛所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呢，它才有办法显现，所以它唯有现在是。那我们用讲的简单一点来说的话呢，就是根知呢，它要证得境或是领纳境的时候呢，它一定要接触到外境。所以它唯有能显现就是现在式的东西之外呢，过去的还有未来的它是没有办法显现。就比如说昨天的瓶子还有明天的瓶子呢，眼知呢它是没有办法现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办法接触到昨天的瓶子，但是它也没有办法接触到明天的瓶子，所以它没有办法显现昨天跟明天的瓶子，但是它可以显现现在的瓶子，因为它接触得到现在的瓶子。但是对于意志来说的话呢，它对于境的领纳或是证的呢，是不用直接接触的，所以才说到意志呢，它可以现起就是30，无论是过去未来，那还有说现在呢，它都是可以现起来的。所以呢，这也是根知和意志的一个很大的差别。那除了这两个差别之外呢，就是我们在讲说，根知呢，它要升起的话呢，就是第一个呢，它一定要接触到境。那其实不仅仅说接触到境呢，其实接触到境呢还是不够的。就比如说呢，现在我们有一个直蓝色的眼知，然后直蓝色这个眼就是直蓝色的这个根知，然后还有说现在呢就是有
刚好前面呢有蓝色，但是前面有蓝色，然后呢我们也有这个根枝，但是不表示说我们这个根枝呢它就有办法证得蓝色。为什么呢？就是你的根枝呢要证得这个蓝色的时候呢，还是要透过意枝，因为唯有你的意枝呢专注到就是现起你想要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的根枝才有办法去领纳这个境。如果呢你的意枝呢没有这一种想法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在想其他事情的时候，虽然说你现在有了直射的眼根枝，然后呢直蓝色的眼根，然后呢直蓝色的眼根枝，然后蓝色呢也就在你的眼前，但是因为你的意枝呢没有专注在这上面的时候呢，你直蓝色的这个眼根枝呢，它还是没有办法去领纳到蓝色，或是去证的这个蓝色。所以就讲说呢，你根枝呢要证到境的时候呢，除了第一个要接触到境的时候呢，那后面的那个意枝呢也要专注在这之上呢，你才有办法去领受到这个外境。那再举一个例子来说的话呢，就是现在呢桌上呢有一个杯子，那我的手呢也是在，但是呢如果说我的心呢没有去注意说我要拿起这个杯子的时候呢，我的手呢就不会去把这个杯子拿起，然后也不会去碰这个杯子。所以就提到说根枝呢它要证得这个外境的时候呢，除了说你所要接触到这个境之外呢，你的心呢也要圆在这个境上面呢，你才有办法，你的根枝呢才有办法去证得这个外境。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呢，除了说你有根枝有境之外呢，你的心呢也需要圆在这个境上面，你才有办法呢去证得或是领纳到这个外境。那就以我们一般口语来说的话呢，就是世间一般口语来说的话呢，就比如说一群人在讲话的时候呢，然后讲一讲呢，然后你可能会突然说，你刚刚讲了什么东西？你可不可以再说一遍？然后别人就说啊，你刚刚是不是分心了？就比方说，这时候因为你的心没有专注在这一点之上的时候呢，虽然你的耳朵有在听，但是你其实并不知道人家在讲什么，所以就想要说，根枝呢，还要证得这个境的时候呢，需要意枝呢也圆在这个境上面境上面，它才有办法让根枝呢也证得这个外境，或是领纳到这个境。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我们对于说别人在讲话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想要知道说这一段话的意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心呢一定要专注之外呢，因为如果说你的心不专注的话呢，就是别人讲一堆，虽然说你的耳朵有听到，但是你是没有办法知道说他到底是在讲什么的，就是他所讲话的那个意思还有内涵，你是没有办法现起来的。那所以同样的呢，对于声音来说是这个样子，那对于颜色来说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心呢没有办法专注在这个境之上的时候呢，虽然你的眼睛有看到这个颜色，或者说有看到这个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做更细分、更细致的这一种区别，或者说更细分的这一种理解。就比如说，虽然说我们的眼睛呢有看到花，但是呢，你想要看到这个花的细节，或者说你去看这个花好还是不好呢，并不是透由根枝可以做到的，而是要由意枝呢才有办法做到这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根枝还有意枝的差别。那我们今天上课呢就先上到这边。